运动是现代人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根据欧洲一个上新的研究显示，每日行4000步会当降低死亡的风险。若搁加行500步，治疗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当减少7%。专家嘛讲，行愈侪步对身体健康会愈好。公园内底真侪人拢咧散步，或者是健走，有人佫摕爬山的拐仔协助行路。运动是现代人保持健康状况的方式之一。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7月公布一份新的研究，显示逐工至少行4000步，就能开始减少死亡风险。I heard it and I read it that if you make 4,000 steps, a walk or a run, it will have health benefits such as lower the rate of fat on your body system. That's my main reason why I go out and walking and jogging. 这是研究人员针对17项研究项目，用全球差不多226000多个病人病例，进行平均7年追踪访问的分析研究，发现若逐工行路接近2250步，就能降低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4000步是降低所有死亡因素的风险。另外，行路的步数愈多，对人体健康也愈好。逐工增加行500步，使得心血管疾病风险能降低7%；另外，增加1000步，就能降低15%的死亡风险。Up to now, it has not been clear what is the optimal number of steps, meaning the cutoff of point in the lower limit when we can see health benefits and cutoff point for the upper limit. 研究团队发现，就算逐工行路2万步，依然能发现对身体有好处的情形继续改善，目前也无找到改善健康的上侪步数。调查显示，全球1/4以上人口因为身体活动不够影响健康。社会组织数据也看出，每年有320万人因为较无活动身体致死死亡，是全球第4大死亡原因。不过，若愿意改善活动方式，依然能改善身体健康。公司新闻陈志东报道。